个好，国前解说2句，我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来听台语的歌词，来讲早前农村时代的生活。国将对乾隆近60年昆新风俗志这本册内底详细编出来。到即马民间嘛，搁咧流传哦。对正月正讲来到12月，正月正请囝婿入大厅。2月2台地讲下土地，搁来咱来讲下半年，讲7月7龙应乌下流别，讲8月8牵豆甜满豆硬，讲9月9风吹满天好。这正100-200年前农村生活，所以拢照这开咧行，拢照这当阵出什么果子，出什么菜色，内底俗语伫咧编。咱知影讲，若秋天食红芪，热天就是食麦子。热天出龙应，讲龙应乌；出下流，讲下流别。讲到即句下流，这台语解艺术，一字骨落音，这字咱知。咱知影讲，你若平常日常生活，就石头这个石啊。讲白话就是石头的石。另外，搁一个读册音，人名爱讲张介石，所以色一音，少一音，中搁唱一音。敢若咱咧讲下流的时阵，会讲下一音，有影读到3音哦，色、色、石，真正3音。过来换8月，8月就是出豆啊，毋则讲牵豆甜，满豆硬。过来9月已经翻足凉凉啊，中秋过暗，已经秋天时，哇，风咧透。大家出外伫咧放风吹，风吹哪会讲满天好？风吹流目屎笑，毋是啦。咱知影讲，风吹伫咧半空中，伫咧飞，啪啪啪，风扇落去迄个声，袂说讲敢若伫咧吼共款。搁来到冬天见面先讲10月10，冬瓜糖霜落煎鸭。11月家家人烧圆，12月吹过过新年。哦，这农村岁时内底的歌句，逐句拢有斗句。7月7就是龙应乌下流别，8月8就是牵豆甜满豆硬，甲10月10冬瓜糖霜才是咧咸酸甜落煎鸭。过来换11月甲12月就斗句斗后壁。11月家家人烧圆，有冬节才要烧圆，咱家家户户嘛拢爱烧圆，正农村传统的风俗。即马若要铺一个圆，拢嘛去菜市仔买人烧好的哩。毋过较早。就是家家户户拢有家己伫咧烧圆啊！来到12月，吹过过新年。俗语话咧讲，要食肉就家己挖，要食果就家己吹，家己咧做的总是会较讲究，总是会较功夫。毋过吼，讲到即句吹过过新年，国正也想到，家家户户伫咧烧圆，家家户户伫咧吹果，若一半户啊无吹果咧，迄就是正有苦情才会无吹果。过去台湾的风俗。咱亲情中间若有人无吹过，咱就是爱加吹一个摕去因兜，这要做正台湾人的人情味，会相带着，会相带念。毋则讲11月吹过过新年，时势伫咧转变，烧圆甲过新年的时阵，又搁新的一年要搁到了啦。